迄间公司本来就是空壳的啊，我早就放互伊倒啊。什么？唔啊，这个世界上就你上戆啊，规间公司拢是人头股东，到哪里咧？摕这一钱出来啦？林文生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精神。下头兄，迄是你好搞运咧，是我时间无够，啊若无咧，恁已经自早就我霸占过来啊！啊，恁两个无要紧吼，准备去路边再去食。林文生，你，干啥？哦，你是在家用呢？咱头家无用，要咱趁钱，我袂去互恁啦。啊恁大家去看煞吼，看煞做你的代志，做你的代志，咱只我算欠你的，算我的。哦，家己的代志去倒去做，行，紧来。啊唔紧嘞。等恁的工厂落在我的手头的时阵，阮就要结婚啊。无唔对，但恁兜的财产呢，就是我送互阮女的聘金啦。到时再红请啦哈。歹势哦，来得。你这个人就是你别走！啥？你受气无路用啦，咱也无人发你啊。那么你这个代价都明天所受。嘿，你干啥？死死人你安尼是创啥啦？出去啊！卡啥？出去！卡啥？出去啦！卡啥？啊，你家下挂出去，啊，代志敢会解决来先？你闪啦！你这个代价无明天所受，卖到徛到阿大孙闪啦！你这唔识查某，袂带入门，就点要台长你哭少人听，袂说嘛，互你哭较衰去。卡啥？啊，写手的代志搁还袂定着咧，啊，你一直咧骂，还是咧骂安怎的啦？我骂你是咧唔甘心。卡啥？唔管你安怎甲我骂，甲我管，我拢袂离开酒家啦。总讲我若败了咱酒家的家运，不要紧，厝里咱规口走来食清，当我来发落，看咱失去偌济家产，我拢会想办法，认真拍拼，甲伊趁倒转来。我无咧死命听你咧唱曲啦，你最好家己开远远，会死的话，大家搁吃拼你来。哼！酒家三代，甘蔗是爱靠这本食谱来食清楚。爱见的，唔通变唔对哦。我知啦，因为爱买细尾，刚回要煮甜时仔菜，迄爱买歪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啦。还佫有无？无啊。哎，100-200块客去，啊，买剩的钱吼，还买花果子啦。卡上啊，食饭饱，拢有食果子的习惯哩。验出来！啊验出来！啊，你想要几粒钱互你？我阿姨买菜啊。买菜，你毋是讲即口罩食清，你拢要发落，等发落我看来。我伫咧远远，就看恁咧凄凄楚楚哦。哦，伫当时啊，就是即个查某，要搁甲你拐钱啊。卡啥？那你是想去倒位去啦？我是甲讲啊，你爱食啥爱食啥，啊，客买倒来煮互你食是倒唔对咧。爱食啥，我后壁来等下物遐食遐。以后吼，免笑死我一身5厘啦。卡啥？啊，你是买倒啦？买菜啊。无钱是要哪买的？
哈，你哪来遮？太太，你要出去啊？嘿啊，落摊，加减赚较袂散啦。是有啥代志着？有代志就讲啊。你唔知方便无？我想要甲你借2000块。2000块，好啊。安尼你稍等下吼，我来摕。你是要创啥啊？2000块敢有够？有啦，我刚要买菜尔啦。哈，在。当你是安怎啦？走来你甲太传借钱，我来甲问看卖啊！阿爸卖啦。啥物咧卖啦？我无来甲问我清楚咧，互你安那天空空走出来菜市仔咧买菜。唔是啦，是我家袂去诈钱啦。骗笑的！恁厝离菜市仔几骹步，你会我对遮来甲太传借，我来甲问看卖啊咧。无路用啦，因阵即摆已经无钱啊啦。你安尼讲我就知影啦，是毋是恁大家对你？阿爸，因阵因卡送，一直认为讲我甲伊婚事是一个骗局，心肝内拢足怨愤的。我是想讲，互伊等一段时间，看会化消无，所以尽量拢袂甲伊有冲突。你就是安尼啦，伊才会食你食够够啦。在，那个你都唔知啊？自古代开始吼，新妇就是专门对大家食够够的，这没什么。你靠腰啊！你到底是为虾米人啦？他借无啊放遐一财产互伊好康啦，伊就爱食人偌济骗人偌济，伊才会够气啦。爸，招家已经无财产啊啦。你即摆咧讲啥？就装袂去，迄工厂免过偌久，就变别人的啊。报应啦，这报应啦！无落使，唔通搁报应啊！搁报应落去，你会害着家己的查某囝呢。伊即摆是因兜的新妇呢。哟，袂用搁再倒落去啊咧！无安尼好无？摕咱厝的即个厝吼，摕来借钱好无？袂赴啊啦，我看招家是注定爱败啊。你今仔日嫁啊安尼吼，拢是阿爸害你的啦。无啦，使，我嘛有责任啦。如果咱硬甲当的卖互家吼，今仔日就无即个代志啊。阿爸，太全，你免为我代志烦恼到安尼啦。我甲英俊，因个位头开始啊。搁再讲，当初我嫁伊，嘛毋是要嫁互因兜的财产啊。对头啊，佮再来，安尼我是伫当时才会当看到你好命啦。我即马就足好命，我阿爸你遮尔跳啊，我敢无好命啦？歹势，你袂当入来，你在创啥？这是我的工厂，我哪免去咧？无，你是我请过门的呢。迄是较早。即马头家已经换人啊，你若要入来，你就爱去警卫遐登记。若无，我是爱告你开较亲密我的工厂。是你侵占我，不是我侵占你。你老爸霸占我的财产，你人占我的工厂，你规家伙啊，绝对无好买啦！你讲嘛？你讲较有才调，嘛是剩迄支厝，啊无你会当对我嘛？你这个傻某！卡啥？卡啥？通啦，卡啥？你放弃，你无路用啦！卡啥？你家想看卖呢啦？啊，即摆反伊用菜馆，咱家赔偿伊呢？啊，你即摆是搁拍伊，咱是不搁加一个伤害罪，按个倒食落来你。卡啥？卡啥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卡啥？啊，即摆有较爽快无？卡桑，啉者小茶啦。什么天气？我若看到你，愈看愈艰苦。卡啥？莫烦恼啦。是安怎免烦恼？咱即马总共干那剩即间厝尔，看以后三顿看要安怎就好。卡啥？我会用个来食头路啊，啊，嘛会当斗趁钱，
咱厝嘛才3个人而已啊，敢惊伊讲食袂饱心？我若要黄目伊哦，我毋着去做去食无。这钱你退去，退去啦！英顺啊，即摆都较无好。唉，英顺啊，这个囡仔吼，自细汉到大就毋捌艰苦着。啊，即摆吼，厝边环境突然间变安尼吼，唉，我看吼，伊家己也无啥物担当啦。我讲安尼对毋对？有啦，伊都有在念讲要去找头路。哼，找头路。知咧啦，若是讲有人要请伊做头家，看伊会去袂啦。啊，若是无吼，哼，等啊头毛喙手白啦。啊，我看你着较自觉的啦，先去找一下头路，先维持家庭较要紧啦。爸，今日转来就是想要甲你参详这项代志啦。毋过，我就感觉较歹开喙咧。哎哟！但咱是爸仔囝，有啥物歹开喙的啦？我想要甲你学煮食。学煮食？啊！这句话吼，虽然来了有较慢，也毋过总算互我等到啊！啊，你拄则讲的啥物话啦？敢讲你要学煮食，遐歹开喙手？我要学，你敢毋免去引拖啦做？回家的时阵，你发歹做，就踮咧厝休困。啊，但即摆我嫁翁啊，你无做煞袂煞。像安尼，我当然嘛歹开喙啊。爸吼，逐工关在因厝里嘛毋好。啊是讲吼，我咧团菜也是足严的哦。你敢会牵你我遐后脚啦？爸，我这里不好，早就应该食你遐后脚啦。身体无爽快吼，专门炖这猪心来要甲你补一下。啊，无咧拜拜买甲遐青草。啊，等阿下较含慢无，啊菜买咧吼，毋知影要安怎煮啦。我毋则对下来甲看卖啊。阿爸毋免啦，阿下会晓煮啦。你做翁吼，毋甘甲嫌尔啦。啊，那我这做老爸知咧啦。啊，我那入来去咯。好，行，卡萨，我来煮饭吼。炖猪心要来我食，我看是要来笑我落水啊！卡上，杨转啊，去内面甲看两个咧变啥梦，凡事是要来甲偷摕物件嘛无得卡。卡上你，这海产要煮的时阵吼，去这臭臭味上解决掉啦。所以啊，这款葱啊啦、姜啦、辣椒啦、番仔姜啊，大项拢做爱款落食。啊，这油鼎哦，都爱热火啦。这海产哦，落鼎的时阵袂用你伤久咧。若伤久伤老吼，食起来有较拍爽。啊尾啊吼，用这番薯粉吼，牵一寡鸡。啊这个番薯粉加少真有关系。你刚开始咧学时阵掺较少，无够伤才搁加一寡。啊你即摆先带厝煮好熟手，啊你要办桌时阵爱煮遐大鼎，你才知影讲这火要安怎起，鼎要安怎款，菜要安怎煮。来，你即摆吼先煮看卖啊，啊我带边仔看，啊若袂晓想我再来教。好，阿爸。哎，胡子，来。对啦，啊，迄有猪心，你有看到恁较熟食？
阮较常讲等下才食。英俊啊，恁厝恁最近发生的代志吼，拢有讲互我听。你着较坚强的，免你失志，知影无？我知。头路找着无？有啦，我个一个朋友咧做化工原料哩，还讲叫我去甲伊斗法着订单啦。对啦，阿爸，拄则听你咧讲阿孝要办桌，啊是啥物代志？我想讲哦，要阿下学主家做总部，啊，你的意思啥款？好啊，怎样咧加入？一个查某人咧换家庭吼，啊无住厝内面，食嘛袂用哩。我想讲借这个机会哦，一日三顿来甲教阿下，恁较上了吼，你才去甲讲一下。爸，阿过来呢。来。你讲做得当油爱去较大，啊，会用啊，较慢好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学主家，是啊，到学主家有啥物厉害？较啥？啊，咱个毋是迄个意思，你知影呢？哎，请嘛，阿下已经煮熟啊，恁即摆听我入去食豆。无啦，阿爸，啊你无留去食豆讲？免啦，我是咧牵师啊，都毋知咧食囝婿讲。啊，请嘛，我即摆工课做煞吼，啊，我要转来去啊，啊，有闲来村佚佗啦。啊，你毋是算桥摆袂算啥嘿？较啥？但你讲迄是啥意思嘞？我食饭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教到伊卡什么三代食袂完的破相啊，要饲阮招家还阁早咧啦。叫恁老爸莫踮咧在我的面头前拄嚣摆啦，我阁有官三本伫咧啦，也要食着恁后头啦。行，来食饭。啊，都唔知係要等菜你晓，緊住啊！太全啦，太全啦，死囡仔是个走对啊呢。走，哎，你来坐无？来，有请工过哦，你甲我做一下。好啊，祝你欢呼啊！算毋知影讲即摆吼，阿下咧学煮食啦。嘿，啊，即个迄本簿啊吼，叫因家己甲我烧掉啦。哦我想讲吼，重新搁整理一份吼。啊，我写，啊无啦，我念你写啦。好，我最近吼，迄目睭吼足忝的。好啊，电脑有啥问题？使，这是你互我机会，甲你友好呢，我一定做好的啦。哦。一枝草有一点露。